Jaden 同 Emma 奇妙復活節冒險記。有一日嘅早上，喺奇妙森林入面， Jaden 同 Emma 收到一封復活兔寫俾佢哋嘅信。復活兔邀請佢哋一齊去玩尋蛋遊戲，一齊去冒險啦！佢哋睇住地圖，走過彩虹橋，仲經過一條好味嘅朱古力河。佢哋揾到嘅復活蛋入面，原來有一個開心嘅小驚喜。呢隻蛋話俾我哋知新生命嘅奇蹟。呢隻蛋話俾我哋知春天帶來新嘅開始。呢隻蛋話俾我哋知要善良同有愛心，就好似兩隻兔仔一齊分享，感情越來越好。喺呢個特別嘅日子， Jaden 同 Emma 學識咗分享會令快樂變得更加多。